歡迎收聽時事疏疏地，大家可能覺得奇怪啦，點解時事疏疏地1月中就開始啊，去到3月中突然停晒嘅呢？嗱，呢件事係咁嘅，原本咧時事疏疏地就和你看天下嘅後備 channel 嚟嘅，我就準備啊，如果和你看天下真係俾人喐，真係封咗，我有另一個現成嘅 channel 啦，可以同網友聯絡，然後我可以喺後備 channel 繼續出片啦。事實上咧，近期確係有人針對緊和你看天下嘅，我就俾某啲力量不斷投訴。OK， 咁我喺時事疏疏地就出咗幾十條片啊，終於 YouTube 就通知我，原來我係違規嘅，因為我將時事疏疏地嘅片同時喺和你看天下上架，咁即係咧一片兩用，原來咁係唔得嘅。於是咧時事疏疏地就被迫暫停啦，一片兩用嘅片啊，全部要鏟走。呢一點咧都唔可以怪 YouTube 嘅，因為原來真係有呢個條款規定，只係我自己冇留意到啫。OK， 咁依家咧事件終於解決啦，我就可以繼續出片啦。嗱，呢條片咧，我想首先俾個謎語大家猜下。嗱，大家睇下呢條片有個封面啊，封面嗰張相片，相片中嘅人咧，大家一定就認識啦。嗱，大家試下由呢張相片猜一個中國嘅節日，猜一個中國嘅節日，猜中咧冇獎。OK， 咁大家可以咧暫停呢條片慢慢諗啦，亦可以咧一邊聽以下嘅內容啊，一邊去諗嘅。嗱，跟住我就想講下啱啱喺紅館完成咗5場棟篤笑嘅香港美籍演員歐陽曼成啦。嗱，呢個歐陽曼成英文名叫 Jimmy 啊，今年38歲。Jimmy 仔咧香港出世，華人仔，13歲移民美國，後來咧成為美國嘅演員。2008年佢就開始咗第一次嘅小型棟篤笑，之後咧慢慢走紅啦。2019到2022咧，佢有2場棟篤笑演出，就拍成咗 Amazon Prime 嘅電視節目嘅。終於人氣再次急升，咁跟住咧佢喺美國就巡迴表演，2023年去澳洲巡迴演出，2024到2025咧走遍美國、加拿大、倫敦同荷蘭嘅阿姆斯特丹，咁終於6月13號踏上佢出生地香港紅館舞台。我咧喺網上一早睇過 Jimmy 嘅棟篤笑嘅，我咧就完全明白佢嘅笑話，主要就講亞裔人啊同西方洋人嘅文化差異。咁例如咧，佢講佢個名阿曼成咧，英文名嘅意思，鬼佬洋人已經大笑啦。咁但係同一個笑話，如果喺香港講咧，我唔覺得有人會笑。所以佢喺紅館開 show 咧，我已經覺得好驚訝嘅。竟然仲可以不停咁加場喎，由2場就加到5場，實在就奇蹟啦！我心諗啊，呢個 Jimmy 仔用英文講棟篤笑，香港咁多人咁好英文，可以聽得明識得笑，喂，有冇咁勁啊？終於5場 show 完咗啦，好多人網上鬧爆，話以為 Jimmy 仔嚟到香港會講多啲廣東話嘅，點知成個 show 全部都係英文。嗱，嗰啲網民就大鬧話冇誠意，又話搶飛咁辛苦，結果成班人一入場個個就拗晒頭，又要扮明白人哋笑自己跟住笑，好辛苦咁。咁於是咧，我就睇下呢個 Jimmy 仔嘅宣傳海報啦。佢嘅 poster 咧又真係寫咗英文為主，夾雜廣東話嘅。咁當然嗰幾隻字咧又真係細咗啲嘅。但係啊，任何有普通常識嘅人都應該諗到啦。呢個13歲去咗美國嘅僆仔，冇可能讀得出香港人識笑嘅廣東話棟篤笑嘅。根本棟篤笑呢科嘢咧，你係必須好貼近當地嘅生活，先至可能啊揾得出笑點嘅。歐陽曼成喺美國成功啊，主要原因係佢講文化差異，而文化差異咧係好多笑話基本嘅主題嚟噶。嗱，總之大家就唔好玻璃心，我哋笑鬼佬，鬼佬就笑我哋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嗱，我都有啲笑話咧係嘲笑鬼佬嘅，我試過講俾英國佬聽，佢哋就大笑喎，笑到碌地，冇人即場發嬲。但係咧同一個笑話我講俾香港人聽，佢哋反而好嬲喎，話我冒犯人哋。總之啦，文化差異永遠係笑話主要嘅來源之一。而我咧，我真係估唔到香港人啊，依家啲觀眾啊，竟然小粉紅上身去到呢個程度嘅，俾外國人嚟表演歐陽曼成，某程度上都係外國人嚟嘅，要徹底中國化、香港化嘅。喂，大家諗下，如果歐陽曼成真係用廣東話去講棟篤笑啊，佢又點會講得流暢呢？嗱，我唔同你論內容啊，淨係講節奏感啦，佢都唔會掂啦。喂，你真係俾錢買飛入場啊，你自己都要用下腦嘅，你唔使用腦嘅。根本買飛入場嘅人啊，就係想扮型，結果扮唔到型啦，唔識笑啦，自己覺得尷尬，於是咧就上網投訴鬧爆人哋啦。另外咧，亦睇得出嘅，黃子華金盆洗口之後咧，香港人餓咗好耐冇棟篤笑睇啊，冇得入紅館睇棟篤笑，咁於是有理冇理啦，入場搏一搏啦，頂一頂癮，結果就出現依家嘅大失望啦。
嗱，各位，如果你真係喜歡棟篤笑咧，喺度我就介紹一個全職嘅棟篤笑組合俾大家知道下。呢個全職嘅棟篤笑組合咧，個名叫做少女時代，女咧係旅遊個女，就唔係女人個女。我離開香港之前啊，成日有睇佢哋嘅 show 嘅，甚至幾乎咧同佢哋有合作機會添。不過咧後來我就離開咗香港。嗱，遲啲我有機會再慢慢介紹佢哋俾大家知道下。OK， 咁講翻睇相片猜中國節日啦。唔該，大家再睇一睇嗰張相吓，大家估係乜嘢節日？俾3秒大家諗，1、2、3，開估就係光棍節。嗱，光棍節即係大陸嘅購物節啦，100% 中國節日啦。各位，光棍節啊，幾月幾日呢？11月11日。嗱，大家明白啦，湯11再加埋以禁果為目標嘅偉大官員，咁樣仲唔係雙11光棍節咩？OK， 大家又諗下啦，呢一個笑話如果講俾鬼佬洋人聽，佢哋又點會明呢？最後希望大家咧記得訂閱時事疏疏地，我哋咧嘅計劃係一個星期大約出3條短片到啦，每一條片4分鐘到8分鐘左右啦。總之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，拜拜。